龙小弟怎么回事啊？我好不容易跟猪哥哥他们会合了，龙小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呸！乌鸦嘴！龙小弟一定没事儿的。孔明灯哎！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这家是靠做小手工维持生计的，后来逃难了，所以这些东西就放在这儿了。我的伤还没好，跑不了太长时间，必须在短时间内甩掉他们，找个地方藏身，才有可能逃脱。屋里只有那个丫头在，记着留活口，只要有她在咱们手上，他哥哥武功再高，咱们也不怕了。是，走，走。不对，快追！这边，快！这丫头轻功虽好，但受了重伤，肯定跑不远。追！是。一环，别怕，你一个人逃，只活了一个李一环。可龙小弟若是活着，就能救天下无数苍生的性命。你们看，他在给龙三报信，快发暗器把孔明灯射下来。不行，这高度巡查暗器都射不到。先抓住那丫头，走。简单的追！是。我走了一婚怎么办？他冒险向我示警，一定会暴露自己的藏身之处。他轻功虽好，但此刻重伤未愈，一定会很危险。